锅科王吼，这叫歹戏拖棚啊！菜吼热了再热，到最后就变成2个字：收水啊！我觉得吼，锅科王吼，这叫歹戏拖棚啊！就是说，你一道菜热了又热，要上不上的，菜吼热了再热，到最后就变成2个字：收水啊！一直腾，腾到尾也变喷嘛，不是这样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哦。那我相信，以郭台铭他纵横商场，又是台湾首富，其实他的判断决定应该是很明快的。那这一回怎么会这样？我认为啊，就是被柯文哲拖累嘛。古人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成天跟着坏朋友混，成天郭台铭成天跟着柯文哲瞎混，那当然你就会学到柯文哲那一些瞎招嘛。柯文哲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装神弄鬼、故作神秘来炒作议题，来拉高声量。柯文哲的用意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以郭台铭与他单独，他商场老将啊，我相信他做的决定应该是很快速而且明确的啦。那现在就是因为柯文哲在主导演出的，就是活生生的政治版的寄生上流嘛所以他自己骗进去了，他现在要把他的党羽啊、徒众也拉进去郭台铭的羽翼之下所以这是一出活生生政治版的寄生上流啦。只是我觉得我4个字送他们啦：歹戏拖棚。我是觉得柯文哲对不起柯妈妈啦，柯妈妈年事已高嘛，应该在家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柯文哲好汉做事好汉当嘛，男子汉大丈夫任何事任何决定你自己出面承担，这样才对嘛。你该要选你就宣布嘛，你该要跟郭王合作，你就自己担嘛，自己宣布嘛你经常的用爸爸妈妈啦，或用夫人来帮你放话试水温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好。我们任何的政治工作者，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职务，我认为第一步，从事政治的第一步，要保护家人不要让家人受到其他的骚扰